好多人都睇錯今次 AI 股市大跌，千億頂級龍頭上市，即刻破發港股 A 股雙雙跳水，根本唔係簡單嘅新股炒冷，而係全球 AI 大泡沫正式爆煲。今日我用最貼地、最直白嘅粵語同大家深度拆解點解基本面無敵訂單爆滿嘅頂級行業龍頭都會上市即跌，開市就走勢崩盤。背後隱藏嘅地緣風險、大市金套路、估值陷阱，90%散戶完全睇唔透。想搞清楚後市 AI 股仲可唔可以炒？而家係低位抄底啊，定係仲有大跌空間？今條片你認真聽晒，絕對可以幫你避開無數股市大坑，睇清 AI 賽道真實格局。有炒開港股有釘實 A 賽道嘅朋友，一定被一單超級 IPO 行情刷爆晒屏，就係中製鬱創。作為全球光模界嘅頂流龍頭，佢創下咗近7年港股最大規模 IPO 集資紀錄。本來妥妥係今年資本市場最亮眼、最值得期待嘅高光時刻，點知上市首日直接上演破發跳水，股價大起大落，劇烈震盪。徹底冚覆晒全市場嘅樂觀預期，好多普通散戶只係識睇新股破發呢個表面結果，但真正識資本週期、懂行業底層邏輯粒嘅人都好清楚，呢單個股行情絕對唔係偶然，背後係全球 AI 估值大重構、地緣政治博弈、市金情緒態息換、行業盈利瓶頸多重利空夾埋爆發，成個 AI 賽道嘅洗牌危機，絕非單純嘅個股波動咁簡單。首先同大家完整復盤呢單反差極度誇張嘅1000億 IPO 行情，用最真實嘅數據還原市場最真實嘅真相。今次中製鬱創登陸港交所，總共集資高達530.1億港元，折合大約68.1億美元。呢個數據咧擺喺成個港股歷史入面，含金量極高，份量十足。自2019年阿里巴巴以129億美元完成港股2次上市之後，7年時間港股從來未出現過體量咁攀大嘅新股 IPO。與此同時，呢個集資規模亦都穩坐本年度全亞洲 IPO 集資榜榜首，僅次於國內另一間高端存取晶片企業嘅上市集資規模，足以證明喺上市之前全球資本市場對嘅呢間光模龍頭有幾咁睇好，有幾咁瘋狂追捧。喺上市招股呢階段，中製鬱創已經盡顯頂級龍頭嘅市場號召力，全程收割海內外機構資金嘅超額增長。今次港股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1684倍，國際配售部分嘅超額認購倍數都達到9.73倍。喺今年整體偏弱、交投冷淡、氣氛低迷嘅港股大環境入面，呢個認購數據絕對屬於頂級水準，遠超絕大部分新股。最後公司將發行價定喺每股80港元，貼近招股價區間下限。呢個操作本來係新股發行嘅常規利好，目的係預留充足嘅上漲空間，降低上市之後嘅估值壓力。當時全市場一致預判呢隻新股上市之後會穩步走高，開啟新一輪估值拉升行情。但資本市場永遠都係預期越美好，現實就越殘酷。上市首日嘅走勢直接俾晒所有投資者一個當頭棒喝。徹底打破市場所有幻想，開盤直接低開報971港元，相較980港元嘅發行價微跌0.92，開市就直接破發。隨後盤面情緒快速轉弱，受全球 AKI 板塊疾北回跳，大盤市金瘋狂出逃拖累，午後股價跌幅持續擴大，盤中最大跌幅突破10得，最低落至880港元。對於一間1000億市值嘅行業龍頭嚟講，單日振幅超過10個百分點。喺近幾年嘅港股市場都極為少見，波動幅度完全超乎所有人嘅預期。
臨近收市，場內少量抄底資金入市托底，先帶動股價輕微反彈。最終港股收報960港元，全日跌幅收窄至2.04。表面睇落惡，收市跌幅唔算好大，但係盤中嘅劇烈跳水已經貼底打穿晒市場信心，再加埋 A-H 股聯動效應，中製香創呢股同步大幅下挫。單日跌幅高達9.1%，兩地市場雙雙走弱，貼底坐實咗呢單重磅 IPO 開門黑嘅結局。除咗股價破發，上市首日嘅成交數據更加暗藏住大資金嘅真實博弈，意圖極具分析價值。當日中製鬱創港股成交額突破110億港元，成交量高達110萬股，一舉成為當日港股成交額第二高嘅個股，僅次於騰訊控股。大家要清楚，港股有幾千隻上市股票，千億萬億市值嘅龍頭數之不盡，一隻剛剛上市嘅新股可以登上單日成交榜第二位，足以證明場內多空分歧已經去到極致。超高成交額從來都唔係單邊買入或者單邊賣出，而係劇烈博弈嘅結果。前期打新獲利嘅散戶同細機構咁集中止盈離場，長期睇好 AI 賽道嘅頂級機構趁機逆勢抄底。呢種極致嘅資金分歧就係股價劇烈波動嘅核心原因。好多新手散戶呢陣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疑問：中製鬱創明明係全球光模絕對龍頭行業熱，地位穩如泰山，業績年年爆發式升職，手握全球海量頂級訂單，基本面堪稱行 hit 間花板，點解上市首日會被資金瘋狂破售直接破發？要搞懂呢個核心問題。我哋絕對唔可以只係睇短期股價漲跌，一定要先摸清光模呢條賽道嘅核心價值，同埋中製鬱創嘅獨家核心競爭力，先可以反向睇透市場隱藏嘅深層風險。光模聽落好似係科技賽道入面好細嘅零部件唔起眼，但實際上佢係成個 AI 產業嘅核心基建。AI 算力網絡嘅神經中樞，冇咗高端光模個技術支撐，所有 AI 大模型、AI 伺服器、超級算力中心，全部都冇辦法正常運作。我用最白話嘅粵語同大家科普下底層邏輯。而家全球 AI 技術飛速迭代，各大科技巨頭瘋狂更新大模型。GPU AI 晶片嘅運算性能不斷突破，上限算力速度早就實現跨越式升級。但 AI 產業嘅運作從來都唔單靠晶片算力夠強，海量數據嘅傳輸交互實時運算，先係當下 AI 落地最大嘅瓶頸。喺 AI 數據中心入面，成千上萬台伺服器需要不間斷實時傳輸數據，唔同算力節點、唔同終端設備之間嘅資訊交互，對傳輸速度、延遲勁、穩定性有極致嘅要求。而光模嘅核心作用就係將電信號轉化為光信號，透過光雄實現超高速度、低延遲、大容量嘅數據傳輸，完美解決傳統電信號延遲高、損耗大、容量不足嘅痛點。講句最直白嘅說話，冇高端光模，再頂級嘅 GP、再先進嘅 AI 大模型，都會因為數據傳輸卡頓、延遲過高，發揮唔出真實嘅算力性能。光模就係 AI 產業缺一不可嘅剛需核心配件。喺呢條剛需爆滿嘅黃金賽道入面，中製鬱創嘅行業地位幾乎無可替代。根據全球權威資訊機構SAI 嘅長期統計數據，中製鬱創已經連續5年坐穩全球光模供應商收入榜第一位，係全球營收起步最大嘅光通訊模組企業。喺全球高端光模市場，佢長期佔據超過20%嘅市場份額，穩居全球第一梯隊核心位置。最關鍵嘅係戳嘅半導體高端晶片，好多領域都被害界卡脖子。光模係極少數中國企業實現全球領先，掌握自主核心技術，擁有絕對供應鏈話語權嘅高端科技賽道。忽對比半導體晶片領域，過度依賴海外光刻機，核心專利被外資
禁斷嘅困境。獲內光模產業鏈已經實現高度自主可控，由核心光學晶片、光學器件組裝、生產、成品檢測，完整嘅國產產業鏈已經完全成熟，同時仲擁有海外企業比唔上嘅極致成本優勢同快速產品迭代能力。而中製鬱創就係呢條優質國產產業鏈嘅絕對龍頭，靠住成熟嘅生親體，係極致嘅成本控制、快速嘅技術更新，長年穩定拿下全球頂級科技巨頭嘅核心訂單。再睇業績數據，佢嘅增值速度完全匹配 AI 賽道嘅爆發節奏、爆發力。相當驚人，青現年度營收突破190億人民幣，折合大約28.8億美元，同比增幅暴漲3倍以上，淨利潤更加係跨越實增紀，年度利潤達到63億人民幣，同比直接翻4倍，營收增速、利潤增速、盈利能力全部坐穩全球行業頂級水平，基本面完全冇得彈，客戶結果更加可以體現佢嘅核心競爭力，亦都係機構長期堅定睇好佢嘅核心邏輯。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企業超過61%嘅收入都來自海外市場，核心客戶全部係全球頂級科技巨頭，包括谷歌、英偉達、Meta 等一線 AI 龍頭。熟悉科技圈嘅朋友都知，全球最核心嘅 AI 算力基建、最頂尖嘅 AI 技術研發，幾乎全部集中喺美國市場，海外科技巨頭嘅資本開支、訂單需求，直接決定咗全球光模行業嘅景氣度。中製鬱創可以長期穩定拿下呢啲頂級大客戶嘅大額嘅訂單，足以證明佢嘅產品技術品質標準已經達到全球頂尖。喺高端光模賽道擁有無可替代嘅行業地位。除咗傳統高端光模產品企業喺前沿技術佈局方面，亦都行喺全球最前，其中共封裝光學技術就係佢未來幾年持續增值嘅核心底牌。共封裝光學技術可以將光模直接整合入交換機，晶片內部大幅刪減數據傳輸嘅中間環節，受降低設備功耗，達頭提程數據傳輸效率，係下一代 AI 超級算力中心嘅核心技術方向，亦都係全球光模行業嘅終極迭代體系。提前佈局並深耕呢項技術，意味住中製鬱創已經提前鎖定咗未來數年嘅行業增績紅利，長期成長，邏輯清晰、監實，冇漏洞。基本面、技術面、訂單面、成長邏輯全部拉滿嘅頂級龍頭，點解會喺上市最關鍵嘅節點遭遇市場大幅回調，仲要帶動成個港股 AI 板塊集體走弱？我哋極從全球資本市場走勢、行業政策大市金博弈邏輯深度。拆解核心原因主要有4大維度，每一點都直接影響未來 AI 賽道嘅估值走向。所有炒科技股、佈局 AI 賽道嘅投資者必須吃透嘅風險重點。第一大核心原因，全球 AI 賽道估值泡沫鐵底破裂，大市金集體避險出逃，要進入全面估值重構週期。過去2年 AI 係全球資本市場最火爆、最瘋狂嘅賽道，由美股海外 AI 巨頭到國內 AI 產業鏈個股，全線估值翻倍暴漲，海量市場資金瘋狂湧入，硬生生炒出極大嘅估值泡沫。但資本市場永遠都係盛極必衰，漲多必調。隨住 AI 技術落地，速度放緩，企業真實盈利增速遠遠追唔上爆出嘅超高估值，全球資金嘅投資邏輯發生根本性逆轉。前2年市場炒作 AI，純粹炒未來預期、炒賽道故事，至今天願意為技術前景、行業空間支付極高嘅估值溢價。但而家市場邏輯
鐵底變晒，投資者唔再盲目相信故事，唔再為虛無嘅未來買單，轉而聚焦真實業績落地、企業盈利變現能力、資本投資回報率。近排好多美國頂級科技巨頭雖然持續加大 AI 資本開支砸大錢，研發算力同技術巨額投入帶來嘅盈利回報遠遠唔及市場預期，企業未來盈利前景持續承壓，直接引發全球資金對高估值 AI 板塊嘅恐慌情緒。呢種恐慌情緒快速蔓延，傳導至全球各大資本市場，所有高位夠估值 AI Cody 同被私金鋪售，估值持續回調。港股 AI 板塊同全球市場聯動性極強，根本冇辦法獨善其身。中西鬱創作為港股 AI 賽道市值最大、市場關注度最高嘅絕對龍頭自然成為大市金避險出逃嘅核心。標的今次上市首日破發，本質上唔係企業基本面出問題，而係成個全球 AI 賽道估值泡沫破裂、估值體系全面洗牌嘅必然結果。第二大核心原因，地緣政治風險持續擾動，海外政策陰霾壓制市場信心，觸發大規模市金避險行情噶。近年嚟，地緣風險對國內高端科技企業嘅影響持續升溫。國防部將中製鬱創列入所謂同中國官方存在關聯嘅企業清單，呢條消息一出，直接為海外機構資金嘅投資信心蒙上厚重陰影。雖然企業第一時間出公告澄清，明確指出相關指控毫無法律依據，呢次列入清單嘅操作完全冇影響企業海外訂單嘅正常交付同商業合作，冇出現任何訂單暫停、延遲或者取消嘅情況，海外撬木運作一切正常。但大家要記住，資本市場炒嘅係預期，唔係當下嘅現狀。就算短期撬木未受影響，但所有投資者都會擔憂未來嘅不確定性，後續會唔會出台更嚴苛嘅貿易限制？會唔會被禁止參與海外 AI 算力基建建設？會唔會丟失核心海外大客戶訂單？呢啲未知嘅政策風險，成為長期壓制企業估值嘅核心利空。為咗對沖地緣風險，中製鬱創已經啟動全球化供應鏈佈局，喺泰國等海外地區大舉建廠，透過產能分散全球化佈局嘅方式，降低單一區域嘅政策風險，穩定全球供應鏈體系。但對於驗測市場短線資金嚟講，供應鏈優化、全球化佈局屬於長期利好，而地緣政策擔憂係即時短期利空，資金短線避險嘅操作邏輯，直接壓制咗個股盤面表現。更加值得警惕嘅係地緣博弈係雙向嘅，海外不斷打壓國內高端科技企業，國內都會出台對應嘅產業反思化級，雙向博弈只會持續加劇全球科技供應鏈嘅不穩定性，令資金對所有跨境科技企業保持謹慎態度呢個亦都係未來AI 賽道長期存在嘅隱藏風險。第三大核心原因，股權高度集中，放大短期股價波動風險，進一步加劇市場拋售情緒。根據港交所公開披露嘅官方文件，中製鬱創港股上市之後，前25大股東合共持有港股股份比例高達 61.3%， 股權集中度喺近幾年港股新股入面屬於極高水平，好多普通散戶完全睇唔透呢個風險，單純以為大股東持股比例高係好事，代表股權穩定，股東長期睇好公司。但實際上對於二級市場短線行情嚟講，股權高度集中暗藏極大隱患。股權高度集中代表市場流通股本極少，場內浮動籌碼嚴重不足，股價好容易被少量資金操控。一旦出現小幅泡壓，冇足夠嘅承接資金對沖，就會引發股價大幅波動。反觀
流通盤充足嘅個股多空資金博弈均衡，而股價走勢相對平穩。而股權集中嘅新股，只要大股東機構有少少減持動作，或者散戶集體恐慌出逃，就會出現快速跳水、劇烈震盪。今次上市盤中超濕鹹濕嘅最大跌幅，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流通盤不足、股權過度集中，導致鋪壓被無限放大，加劇咗回調幅度。第四大核心原因，大盤整體行情持續走弱，市場賺錢效應極差，再好嘅個股都難以獨立走強。今次中製鬱創上市破發啊，絕對唔係個股獨立行情，而係 A 股、港股整體弱勢行情嘅縮影。近排 A 股核心寬基指數滇深三博持續暴跌，單月累計跌幅高達28.6%啦，創下近10年月度最差表現。成個 A 股市場遍地呆錢，場內資金持續流出，全月避險情緒蔓延。大盤持續大跌，至大崩成個科技賽道啊！國內 AI 指數單日重挫超5.8%啦，賽道內股大面積回調回落 AI 板塊直接進入系統性調整週期，股市場同步承壓，成個亞太股市聯動走弱。韓國 KOSPI 指數由6月至今累計跌幅接近40%，咁全球資本市場風險偏好集體大跌，大盤極差、板塊雜急回調嘅大環境之下，冇任何一隻個股可以獨善其身，就算係基本面頂級嘅行業龍頭，都只可以跟隨市場跌勢調整。上市首日破發，亦都係大勢所圖喎。唔單止係中製鬱創，近排成個國內 AI 賽道上市公司都陷入估值回調困境。昔日嘅 AI 大牛股頻寬，股價腰斬，市值大幅縮水。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國產 AI 大模型龍頭智譜 AI， 作為國內頭部通用大模型企業，智譜 AI 上市之後曾經走出超級大牛行情，股價由低位一路暴力拉升，最高漲幅超24倍嘅，一度成為港股 AI 賽道嘅標準個股。金峰時期市值突破1000億港元，被市場捧為國產 AI 大模型嘅未來希望，但爆炒出嘅估值泡沫最終一定會破裂。隨住市場對 AI 題材嘅炒作熱情快速降溫，再加埋大額解禁壓力落地，智譜 AI 股價開啟持續暴跌模式，越到首輪大回播解禁來襲，泰康人壽、廣發基金等11家基石投資者持有嘅超陰568萬股股份正式解禁流通，佔公司總股本5%以上。大額解禁意味住市場流通盤瞬間翻倍，前期鎖定嘅機構資金終於可以獲利離場，巨額拋壓直接壓垮股價，單日最大跌幅超28%呢，一日之內蒸發1000億市值。上市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紀錄，時至今日，智譜 AI 嘅股價較高位已經暴跌超78%，市值近乎腰斬，前期炒作嘅估值泡沫徹底出清。智譜中製鬱創1股價大跌，唔係企業基本面徹底崩壞，核心問題依然係 AI 賽道整體估值過高，真實盈利落地速度遠遠滯後於市場預期。睇最新財報數據，企業依然處於大幅虧損狀態。雖然全禁營收增速高達131.9%，但全年虧損金額達到32.81億人民幣，單單研發開支就高達31.8億啦，研發投入幾乎同增損金額持平，長期高額嘅研發投入、昂貴嘅算力、採購成本攀大嘅員工薪酬支出，企業長期無法實現盈利，純粹靠融資燒錢維持運營。而 AI 大模型嘅商業化落地速度、變現能力遠追唔上市場炒作嘅速度，成個行業依然處於燒錢換虛報、燒錢換技術嘅早期階段。雖然企業持續迭代大模型技術，成功適配華為、昇騰、平頭哥等國產算力平台，
同時推進 A 股上市融資計劃，已集資150億投入大模型研發，疊加之前314億港元嘅再融資落地，感嘆資金儲備充足，資本市場已經徹底清醒，唔再為虛無嘅技術故事。未來預期買單，冇穩定嘅盈利變現能力，再高嘅估值都係泡沫，最終一定會破裂。透過中製、旭創、智譜、AI 兩大 AI 龍頭嘅同步深度回調，我哋可以睇穿當下 AI 賽道嘅核心痛點。成個行業依然處於發展初期，技術迭代速度飛快，概念層出不窮，但商業化落地、盈利變現嘅速度嚴重滯後，絕大部分 AI 企業都賺唔到真金白銀。只可以靠不停融資、不停燒錢維持運營。前2年市場靠熱度、靠故事炒高咗成個賽道嘅估值，累積咗巨大泡沫。而近排嘅持續大跌、估值回調，就係市場自我修復、泡沫鐵底出清嘅必經過程。除咗賽道基本面、市場情緒嘅問題，近排港股爆出嘅一單監管消息，進一步壓制咗市場風險偏好。新股市場科技賽道增添咗更多不確定性。香港證監會近排向富途證券發出限制通知書，調查2家機構實體涉嫌參與 IPO 虛假炒作、虛假認購欺詐嘅違規行為相關民主體，喺新股招股階段透過虛假申報、虛假認購嘅違規操作，製造新股超額認購，市場熱度火爆嘅假象誤導一眾散戶，跟風打新，高位接盤，嚴重擾亂港股新股發行秩序。今次監管調查精準直擊港股新股市場嘅炒作亂象，雖然目前只針對個別違規主體，而且證監會明確表態唔會影響普通投資者嘅正常交易、資金安全。今次監管舉措嘅目的係淨化市場、保護散戶利益，但呢件事釋放出極強嘅信號。港股新股監管正式收緊，未來港股新股純粹靠題材、靠熱度，靠套路炒作嘅行情，鐵底終結市場只會認可真實基本面、有業績、有核心價值嘅企業。散戶盲目打新跟風炒作嘅時代已經過號呢，亦都係近排港股新股普遍走弱、資金打新意願大幅下滑嘅重要原因。所有市場信號、行業邏輯、政策風險，我哋可以對當下 AI 賽道、港股科技板塊做出精準判斷。短期之內，市場情緒低迷、估值重構、地緣風險解禁、沽壓多重、利空疊加 AI 科技股依然會維持震盪偏弱、反覆朝醒嘅走勢，好難出現持續強力反彈。高位純炒作、冇業績支撐嘅 AI 題材股，仲有較大回調風險，大家一定要避開。但從中長期角度嚟講， AI 係全球科技革命嘅核心主線，技術迭代、算力升級、產業落地嘅大腿勢絕對唔會改變。光模、算力、晶片、高端伺服器呢啲核心剛需賽道長期成長邏輯依然講實，完全冇崩壞。今次龍頭企業嘅深度回調唔係行業基本面崩塌，只係市場情緒釋放、估值泡沫出清、短期風險集中落地嘅結果。經過充分調整泡沫，鐵底質底乾淨之後，真正掌握核心技術、有穩定海外訂單、實現自主可控嘅優質龍頭，一定會迎來估值修復、價值回歸嘅行情。資本市場永遠風險與機遇並存，短期嘅劇烈震盪只會淘汰跟風炒作嘅投機散戶同熱錢，留低真正認可行業、長期價值嘅價值投資者，為後續賽道穩步上漲行情持續發酵夯實基礎。好多散戶而家最糾結嘅問題就係，當下 AI 賽道仲可唔可以佈局？手上被套嘅 AI 股應該斬倉定係持有？低位優質龍頭可唔可以抄底？其實投資從來冇絕對標準答案。
關鍵係匹配自己嘅投資週期同風險承受能力。短線炒作嘅朋友，而家市場情緒混亂，行情震盪反覆，最佳策略就係觀望避險，唔好頻繁操作，唔好俾短期波動收割。做中長期價值投資嘅朋友，可以趁住今輪調整精深，回歸合理，有核心競爭力嘅監實估值回歸龍頭，分批低級長期持有，靜心陪伴行業成長，靜待價值爆發。講到最後，真心問下屏幕前嘅各位觀眾，你哋覺得今輪 AI 科技股嘅調整到位未？中製鬱創呢類頂級行業龍頭，而家係低位抄底機會，定係仲有下跌空間？你手上有冇持有 AI 相關股票？目前係賺錢定係被套？歡迎即刻喺評論區留言，同我交流分享你嘅睇法同操作思路。如果你覺得今條片嘅深度拆解夠乾貨夠真實，幫到你認清 AI 股市真相，一定要即刻點讚、轉發、收藏。仲未關注我嘅朋友，即刻點擊訂閱關注。今日我日日同大家拆解港股 A 股核心行情揭滅、股市底層邏輯避、開散戶專屬陷阱，帶大家精準把握科技賽道長期機遇。絕對唔好錯過每一次關鍵行情分析。